一定要来讲互大家听啦，啊无我起来讲，我真正足紧张的，我大概拢自告奋勇来讲给大家听啊。那老师为什么一直要叫我来讲给大家听呢？因为我跟大家都一样，以前都是在同一宫，大家共同在修，共同在办。我跟大家都一样，都很平凡。那经过刘讲师在讲课这几年，为什么我可以修成这个样子？没有那个，没有说我比较特殊啦，就是老师要我跟大家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也很平凡，我可以修到这个样子。大家如果努力认真去修，大家也都可以变成我的样子。所以老师的期许是要大家较固来修的，努力一点修啊，大家都可以，不是只有我可以。其实我是不是爱来这些爱现啦，我是真无爱来这讲啊，但是老师的一直要叫来，所以老师讲，我唔敢拒绝啊，我就硬着头皮，我也是要来讲给大家听啦。我就讲写要对中午开始你写个暗时啊，然后一直看大概10几次啊，因为实在紧张，我起来，然后又讲不出来，就有亏天恩师的，所以等一下如果讲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那后学这次来讲新的报告也不是来讲什么神通啊，也不是来讲什么显化后学是要来传达一些老师平时跟我讲的，然后老师他说他来接洽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开沙，不然就是要来批很多讯文，然后时间又不是很长，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大概讲啊做清楚，所以老师跟我讲，就来传达给大家知道。然后那个第一点老师又说，我们刘讲师在传的这个望缘放下、一念不生跟打坐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因为我私底下刚开始刘讲师在上课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这个练这个会着魔，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当成练望放下当成在打坐了。老师特地的讲说，望缘放下跟打坐是不一样的。打坐它是在空心静坐，然后他把心里全部都放空，连佛性也都全部都放空。相信这个刘讲师跟我们讲过，的下面都放空的对啊。但是打坐它有没有功效？打坐它也有功效啊。打坐的功效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身体机能。咱身体也无好的，咱若努力去甲打坐，咱身体嘛愈好啊。它的功效最主要就是可以增强身体的机能，但是那个打坐就是有生灭因为它增进我们身体的功能嘛，那身体是有生灭啊。当这些身体没有的时候，那个打坐功效就消失了。伊是咧打坐就是咧顾咱的身体，咧练咱的身体啊。然后第二，修刘讲师所讲的这个望缘放下就是在使我们那个佛性呈现出来，就是在修我们的佛性啊。那我们在练这个望缘放下的时候在修我们的佛性那个佛性可以越练那个佛性能量越来越大，对，咱的灵性啊，那个佛性，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佛性，那个能量自身的那个能量会越来越大，愈来愈力的对啊。就是拿一把电火本来是5级的，然后你努力去跟它修了，变成10级，变成500级，变成1000级。那个能量就是越来越强啊！那个佛练到修成佛，那个人是无限大，所以修这个就是慢慢的会有一些感应啊，会有一些那个是正常的。修这个并不会着魔。因为我以前我都开始练习，我觉得这个很好，跟同修讲，然后你练这个着魔，我听觉得奇怪啊！我讲这其实练这个不会着魔，练这个是使佛性本体一直呈现那个能量越强，佛性本体一直呈现能量越来越强，自然它就有一些神通，因为佛性本体本来具足这些，只是你把这些修正过来，那个神通自然就展现出来。不是说练这个会着魔因为我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永远长存我们这个佛性是万法归一啊，归一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就是在修这个一处啊。
然后还有第三，就是来讲一下，这老师有交代，老前人一直以前在推广真人静坐，老前人在以前推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老前人的传道集啊？老前人的传道集里面他就对讲师，有的规班拢讲师对讲师的讲话，还是点传师，大部分都是对点传师啊，规班都对点传师的讲话。然后那个老前人归空的时候那个一些后学就把老前人的以前所讲过的话那些内容摘录成一本，就是老前人的传道集，还比较高。那一本我有从头看到尾，所以我知道老前人他以前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推广真人静坐。就这样是大家回去都要认真练真人静坐。然后老前人在那本书里面他自己讲说老前人说，他每天都在练，而且很认真练，他无时无刻都在练。一除了吃饭睡觉，然后就是有道亲来的时候，他在没用的时候，他没有在练，他只要一休息下来，老前人都在练真人静坐。他那个老前人的真人静坐他就是正襟危坐是坐在我们这个椅子上，单挺直，然后舌底上，这老前人在他的传道集都讲很清楚舌底上颚，二目手旋，重点来了，二目手旋。以前刚开始刘仔是来上课的时候，很多前人都，因为以前我们有研究过老前人的一些书嘛，很多人道亲举手来发问，这个望远放下跟那个手旋有没有一样啊？那时候刘老师都回答说不一样。因为那个手旋就是把意念锁在玄关窍里面呐，而这个老前人的所谓二目手旋并不是把意念锁在玄关窍里面。那个老前人所讲二目手旋，就是锁住我们的佛性本体。像我们刚求道的时候不是有讲说我们要平心静气。眼观佛灯，然后静在前，然后要手旋嘛，说我们常常手旋，然后佛性灵性会越来越光明啊。那个手旋是因为刚开始我们都懂，我们大家都认为说那个手旋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大家也都不懂，都教我们说把这个意念锁在玄关窍，其实并不是。那个意念锁在玄关窍是生灭的，我们修的是要不生不灭。所以二目手旋是锁住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在最初临明之初它是无念。我们佛性本体在最初它很光明的时候，它是没有念头，它是无念，所以守住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守到一念不生。所以这是二目手旋呐。这我拄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我是做傻，但是当到我走过来。认识我们的佛性之后，我就知道说，二目手旋其实跟我们以前大家学的都不是这个样子。二目手旋以前大家认为说，把意念挂在这个玄关窍里面，其实真正在修不是这个样子，真正在修就是让我们这个本体一念不生，因为我们这个佛性就是没有念，本来就是无念。我们要把它守佛性，让它一念不生，来修正我们这个佛性。这是以前大家很多这疑问老师借着我再讲给大家听那老前人他在传道集里面他也有讲，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在练打坐。老前人都开始还没进入道场之前，他就对这有兴趣的可能是他累世下来，他本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他就在练打坐。他也有很多同修。老前人说他以前他的朋友他的同修他跟他在房子里面，那书上他老前人自己讲的，跟他在房子里面，外面有人进来要找他，他的朋友就知道外面的是谁，来要找他什么事。老前人来对已经这也朋友都行入来，真的是他朋友讲的那个都一模一样。老前人的以前他也练过打坐，所以他非常清楚了解打坐跟我们跟他练的这个真人静坐有什么不一样。打坐也是可以练出功夫来但是打坐就是有生灭不会长久还有一点以前
我们刘讲师还没来的时候，以前我们大家我私底下大家很多人在传说老先生他有神通啊，不老先生显阿公各地的点是要升点传师所有的公文要拿上来批阅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很多点传师他都不认识啊。人家讲谁可以升，谁不可以升？因为他有神通，以前大家都在怀疑啊，但是老先生他都不讲，但是他确实他就是有神通，他就是有无言幽通。还有以前我听那个刘进甫刘讲师一共他们有5、6个去见老前人啊。这个刘进甫刘讲师亲口跟我讲，去见老前人啊。然后他们5、6个坐好，老前人就坐定，老前人都没，他们5、6个都没，只有问好没讲半句话哦。老前人就劈头骂：你们这几个都没有认真在修道。刘进甫刘讲师刚刚就奇怪，我这5个也都不管啦，我拢从那个台南来的，他都不认识我们的，那怎样我大家都没理解，搁讲完没？所以那个刘进甫那时候就跟我讲说，老先生可能有神通哦，不然他怎么都会知道。这老师就说，老前人当时他就是在练那个真人经座，他很认真练。老先生在他传道集里面有讲他无时无刻都在练，连道亲要载他出去他的道场，一在坐车的时候他也在练。所以老前人他已经练成了有五眼六通，所以练这个跟你那个神通跟你一些很多敏锐度，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就慢慢的就是都会呈现了。以前我有看过，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老前人的一张简老前人的那个他把他佛光修到有多大，你知道吗？差不多这个弥勒祖师的底下到这个墙，那个他的佛光有这么大。这弥勒祖师的这个天花板到这个地上，这么大，这个就是以这个一个方圆呐。以前老前人的佛光人家就是他在不是泰国啊，他去开荒啊，然后里面做简陋然后他就从一个门出来，就有人跟老前人照相啊，结果一出来，老前人他的佛光就盖住整个墙壁就对了，应该是有这么大，从这天花板到地上，所以老前人他以前就是很认真练练到他的那个佛性很光明啊，所以大家都很尊重老前人，因为他就是在世修得很好啊，这就以上3点，那个。然后后学来开始要讲一下，后学从一刚开始修到现在的那个经过，后学之前上来的时候有大概有陆续有跟大家都提到过嘛，后来后学一开始的时候的就有新我2支，后来后学以前我拄开始的时候那些无形的来缠我的时候，不是一个来给我填的，咪讲我一个神明要给伊抓机，我一个神明要给伊填，迄一个神明要给伊填，无遮艰苦。因咧私人公庙大家因为我讲话以后，大家上好莫去接近那个啊，因咧真正足厉害，伊就起做兵将，这兵将都是无形的，这些都是要出去办事情的。伊一个神明要来给我抓机，我无爱，这些兵将所有通通来缠着我嘞。一些兵将成千上万呢，我对阮兜他们就阻挡不要让我来修道，不要让我来同一宫。对阮兜要开车来同一宫啊，我讲真正的，刚开始的第1年、第2年，我都用睡觉睡来的，啥睡觉睡来的。我一出门，我就爱困的啊。但是我感觉我都无来袂使啊，无来我真正可能无去啊。我硬着头皮就开车开出来。开出来我就一直这样哈气打瞌睡，一直想睡觉就对了。等停红绿灯的时候有当好我目睭开了，转困去，真正转困去我讲这大家真正没有办法去想，我真正是这样经历过来的。然后睡着之后后壁有车嘛，车顶你个唔行是咧创啥？叭那个吹起来，我赶紧来去开。我讲从刚开始要来同一宫的时候是这么辛苦，这么痛苦就是
每次我来同一宫，我去别位就没有这种情形哦。但是只要我若要来同一宫听老师讲课，就搁开始啊，开始安尼度过我大概就是，我就觉得我是从我家这样一直睡到来同一宫啦。当我听课了嘛，搁开始拄啊，搁转去，搁驶到转去厝的真是醒起来啊！可以困饱的，真正我来搁转去厝那有困足饱，搁醒起来啊！所以各位前人可以想象，我拄开始这修的那个过程是多痛苦啦。还有刚开始在练望远放下的时候那真正万念重生呢，因为我在练的时候，伊就开始甲要甲我了乱，我练袂成啊。我就开始一直想代志，一直想，永远都没有停下来了。我愈练愈想啊，我若无咧练的时阵，就渐渐在缓和下来。再去开始去练的时阵，愈想啊，后来，因为我刚开始来听刘老师讲课的时候我拢问这个问题啊，可能大概有印象。我若袂晓的，我不懂的，我就起来问刘老师。我自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有问刘讲师啊，但是第一次来上课因为足侪问题的那个超市讲师伊都要徛在我后壁，也有提出也小超哥提出足侪问题嘛，问到最后那个刘讲师说时间到了，下课。我坐伫后壁，我刘讲师后壁，我甲超市讲师讲，我有问题，你问了，问我即摆要哪问啊？超市讲师也点无讲啥，刘讲师才讲我阁唔甘愿。我就直接走来问刘讲师，我第一次甲刘讲师问这个问题，第一次我就跟刘讲师问说，那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我以前甲大家讲话，是不是锁住玄关窍？刘讲师说不是，我就问说是什么？刘讲师就跟我说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我拄开始我嘛唔知影刘讲师要回答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刘讲师唔知影敢是知影我拄着这个，然后头也不回，伊就行来就走啊，伊也不爱插我。然后我就等伊就讲什么都不要想。那时候刚开始我也是一直在摸索我大概摸索到那个我来听到第9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领悟了。第9个月的时候我知影讲原来那个佛性要怎么把它修正出来啦？其实大家认真练，就是你平常要去练来听课要等一下去练然后慢慢听，慢慢练，慢慢听，慢慢练，练到有一天你自动会开悟了。他说你在开悟的时候，你得练紧的就扶摇直上全身。你看我今嘛，从以前那无形的来缠我做艰苦，然后到现在。他们并没有离开但是数量是比较少，因为我改外佛性本体修正起来，我的那个佛性那个能力越强，比较弱的那些兵将没有办法靠近我，剩下较强的那些兵将有办法靠近我然后老师又来跟我处理老师又不把他们赶走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老师不把他们赶走老师说要留着让你练功夫我拄开始的时候真奇怪。因走我是如何练？而家我唔是愈歹练愈苦。我拄开始我也想不通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讲。那一刚开始我来同一宫的时候身体还是一样病痛以前咱大家我跟大家一样在私底下拢感觉讲咱这同一宫拢是仙佛咱这仙佛大家拢做厉害的。我拄着代志其实刚开始我并不是很怕。我想我就转来同伊讲，我就好气我这生拢偌厉害，这生命大家拢嘛惊伊，他后尾无法度处理的。结果我来同伊讲，奇怪，艰苦到要死拢袂好像拢无法度处理安尼迄阵我心里就开始打问号我就来做这抓嘛。那时候很多都是法会来，先某个有来接洽来第一次，那时候拢3个月、半年开一次法会来都袂好无发挥时来上课嘛拢袂好我怀疑说这仙火到底是有效无效然后有一次
我就是来开法会我就排班啊。哦，那一次排班哦，仙佛就处理，但是我不知道哪个仙佛处理。我们排班的时候，不是有那个7点传师香就拜位献结缘香嘛，然后那个点它盖的是神奇哦，点完是结缘香，那个结缘香一插下去我身上那个点一下，全部通通一瞬间通通散开啊，没有1秒钟啊。好，全部通通散开哦！我怀疑谁会给我处理啊？我就要开始停伤啊！可是怀疑没偌久啊，轮到我又回去，他们又全部通通跟来了，全部拢个对来啊！我想啊，这真正有可能无效啊！然后再来那个法会结束之后，心里嘛是感觉安尼很痛苦就对了啦。然后又到了另外一次法会的时间，我过来法会啊。然后那一次法会我排班了，但是那一次仙佛他就不处理了。然后我就那个身体难过嘛。那个原来是上次以前我来法会，我是说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系吧？你拢定去遐摕物件，我拢家坐伫遐，我就是伫遐练望远方向，身体就艰苦的。等到仙佛来的时候，我就赶紧爬起来才听仙佛给我处理我身体较轻松的呗。然后有一次那个先祖来接窍，在2、3年前啦，我就坐伫也是中间排的旁边那边啦，吕先祖就开始来开沙讲啊怎样啊，然后我就伫下骹咧听然后听一听之后，我就想讲。我就想说，这仙佛来啊，我个身体个艰苦，我看这可能无效的款啦，然后我一想到这里那个法律组真的是不一样我一想到这的时候，全部啪，全部打出去，这法律组真正不一样脾气可能嘛无介好款我一想到这里，全部啪，真正1秒的时间，全部通通打出去。我想这真正够厉害啊！真的1秒的时间，但是我回去他们又跟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开始知道啊，仙佛有能力处理，但是他就是不给你处理。他有能力给我处理这代志，但是他就是不爱处理用意是什么？当初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一直修，一直练到最后，现在我才知道。然后我来练这些我就开始慢慢的来听心理心法，来听有时讲课嘛。我感觉什么部拢用过拢也无效来这身份嘛，甲你处理过，要处理个哪唔处理？我都处理，不爱甲你处理处理我嘛去阮迄附近迄庙迄庙咧拜拜嘛是拢袂好讲无法度，我就因为有讲师讲连这佛性会让你的佛性越来越有能力，你就会去抵抗这些。或者回去就很认真练，然后也很听老师，我很认真来听。我练到大概第2年，快到第2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老婆做惊讶伊突然我就在讲话嘛，伊突然讲奇怪，我在想啥，你拢知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我突然接到我老婆的调边我突然接到一阵波，我就甲这话讲出来，我讲去甲什么体来，我老婆都安尼伊甲我看，真正我咧想拢知，我就知影讲那个刚才那个练波是我老婆发出来的，后来我开始测试我就讲我咧吃饭时间，上吃饭时间，我老婆甲我2个囡仔。我叫我老婆讲，你来想你想一件事情不要讲出来。给我2个小孩子也是一样，你们都想一件事情不要讲出来。我猜看看你们想什么。我老婆想一想，我讲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她说是。小孩子的没准，因为小孩子都给我编了，猜中他也说不是我就迄阵我的妈妈开始讲，我他心通我会刘讲。是说我们佛性有什么通？有5眼6通。刘讲师就说有他心通，他说他心通最快呈现。
哦，我迄阵就开始感觉我是有他心通，我就点测试，哦，我就知影讲原来我已经修成练那个佛性，就是越练它越光明，那个是自然呈现，我也没有什么用努力下去修，我赶快你这望缘放下，哦，自然那个就呈现，就是，如果你们都在旁边啊，你那些小代志，那个念波都会接出来啊。但是你很多，我现在还分不清楚是谁发射出来的，但是那个念波都会进来。啊，如果你只有单独我在这边，我绝对在那里出来，因为越修哈，你自己的念头会慢慢不见。啊，当有念头出现的时候，都是对方发出来的念头，所以我有知道是对方发出来的。我有问过刘讲师，刘讲师说，你越修会越来越清楚。做这人的做伙的时候，你知影讲是谁发出来的？你即马修是短距离，你接收得到，以后你会越来越长，愈来愈远的所在，你都接收得到。那个佛他就是这样啊，佛就是全球、全宇宙、全世界发生什么代志，他全部都接收得到，所以他无所不知。好，那所以我们在修这个练的也跟佛练的那个都是一样的。后来我修到第3、4年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上半年，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听刘讲师讲讲这济啊，然后我自己修自己练也练到这个样子了，我就规气伫厝的较认真修，较认真练的，等我练到练较心内做厉害，就是那个佛性很强的时候再慢慢来进入道场。前上半年我都在家里练了，这上半年我的开始慢慢就是那个天人风就出现了。我就开始我去公园运动嘛。我甲刘讲师讲过，我讲奇怪呢，我去公园迄公园是拢足侪很多人都在那边，伊拢坐伫遐开讲啊。刘讲师讲。伊就是拢食饱闲的无代志，拢爱走去爱去看不练讲一寡事故大家听因为我去讲，我就听，我去到遐，我等下行下就听人伫咧讲话，听遐就听遐讲话，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带阮囝去看目睭，就有人甲我问讲，恁，因为我拄着这人要来掠伊嘛，有人甲我，毋是咧问我啦，问阮兜的神明啦，恁才会安尼啊？我是听着我带一个，突然我讲是拄着什么代志，哪会安尼啊？我回来我问刘老师说，刘老师讲对啊，那是他们那个整个的首领啊，就是因遐警察的对啦。然后我的渐渐的，就是越来越清楚的对了，就会听到很多无形的他开始在对话。刚开始伊拢唔知我听有啊。我嘛讲假做我听无啦，因为我听但系个知我听有，叫我对，我要加艰苦的，我嘛拢静静的听，我嘛当作我拢听无，就是很多无形的，他们就一直会在对话。然后那半年，我整个半年，我几乎大概都听得到，然后一直到5、6月份的时候，我一直在家里，从1月份我都没有同意讲，我在听心理心法，到5、6月份的时候。我晚上在做望远放下的时候然后那就特别跟以前都不一样，就很奇怪。我规身躯就一直烫，一直对骹一直烧到头壳全部拢烧，拢一直烧起来就对了。然后就开始有那个无形的在讲话，因为我听惯势，我已经听半年了嘛，已经做习惯了，没做这样。然后这次这个来跟我讲话，就说。就咧数落我伫我周遭这无形的啦，伊讲你们这样不行啦，你们这样叫他不要去同意讲，伊即马伫厝诶安尼，伊即马连法会伊也无要去，你叫伊安尼，你们这样会害了他你们这样是不对的呢，然后我就听讲，文旭为师跟你讲，你从小拜你开始再去上心理心法，那个讲师的。刘讲师功夫，你只学到皮毛，你还有很多都还没有学到。我听的为师，为师的咱老师我感谢咱老师，但我嘛是第一届老师第一次来跟我讲话，我嘛是半怀疑啊。
啊，为师毋就是咱老师，我想讲啊，咱老师我嘛乖乖听话，我就开始再来上心理心法。然后那个这半年来开始上心理心法之后，对，来上心理，老师来跟我讲完第一次来上心理心法老师，我刚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从我家里出发，一直来到同一宫，我下车，我下车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从门口拄到对到门口要行入来，我对门口要行入来，我就听到人问佛恩师，就有人叫佛恩师然后就有人回应免礼。我即摆想奇怪，这是啥我就去行一楼大殿，就去听到有人喊佛恩师，然后有条话讲免礼，熊。太安尼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第一次这样，然后我就从一楼大殿里起来，后来就常常会听到这些佛恩师的是老师咱同一宫就住了很多以前没有被封国位的以前的那些前贤，咱同一宫住的这些前贤底下从下打帮助道，因为在世的时候没有修成。然后他们也要很努力来创造一些功德，所以你家来帮助到，所以我伫门口行入来就听到人叫佛恩师，就一个画免礼，免礼的让老师画免礼，我就知影讲老师就跟着我来了，然后我回去来上那一次的心理嘛，我又回到家里面嘛是对我门口开始就有人画佛恩师。我去行入我到厝内底，嘛个画佛恩师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一直给他回免礼，我从那一次之后老师就开始要介入处理我的事情了。对个开始我大概修